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平安。知道咧今日咧有機會咧有打風嘅時候，所以咧我哋咧特別咧係喺度有一個錄製嘅崇拜，希望咧大家喺過程裏邊都可以咧同平時崇拜一樣，喺家中都可以咧一同去敬拜我哋嘅上帝。接着咧會有少少安靜嘅時間，我哋咧預備崇拜嘅開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平安，歡迎大家嚟臨南亞路德會友愛堂第1768次嘅崇拜。今日咧係主歷2025年10月5號，係我哋咧今日嘅節期係聖靈降臨後第17主日。節期嘅顏色係綠色，節期嘅主題係基督徒嘅生活。基督徒要藉着聖靈嘅幫助榮神益人。喺崇拜開始嘅時候咧，我帶領大家同心有一個禱告。親愛主，我哋咧一同嚟到主你嘅跟前。知道咧今日咧係打風嘅日子，所以咧我哋唔能夠喺翻到嚟教會裏邊去敬拜。但係咧無論係咩嘅時候無阻咧，我哋嚟到上帝嘅跟前，因為咧上帝咧係睇我哋心喺上帝面前嘅時候，我哋咧就能夠喺網上面有一個咧合一嘅敬拜。天父求主，你喺接下嚟嘅過程能夠咧打開我哋嘅心，使我哋咧將我哋嘅勞苦重擔能夠咧一一擺喺上帝嘅跟前。上帝藉住你嘅恩典嚟到澆灌我哋嘅生命，使我哋咧成為合乎你心意嘅門徒，喺你面前咧繼續遵行你嘅旨意而行。天父求主咧，你差派你嘅聖靈嚟到我哋各個人嘅心裏邊使我哋咧喺崇拜裏邊都有一個咧合一嘅敬拜。誠心禱告啦，奉我哋救主得勝耶穌名字祈求，阿門。接着係宣召嘅時間，有請主嚟。請大家一同起立。今晨嘅崇拜係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召開嘅，阿門。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哋所敬拜嘅上帝，他是全然聖潔的，因此喺敬拜上帝之先，我哋必須喺上帝面前承認我哋自己嘅罪，因為我哋唔單止得罪上帝，亦都得罪弟兄姊妹同埋其他人，故此我哋要謙卑地去反省自己嘅罪，並祈求上帝藉着耶穌基督救贖嘅恩典赦免我哋，好讓我哋有顆手潔心清嘅心同來敬拜上帝。現在請大家靜默地去反省自己嘅罪，並祈求我主耶穌基督嘅赦免。現在讓我哋有形合一嘅聲音嚟去回應上帝。上帝啊，求你因你嘅愛子耶穌基督嘅名赦免我的罪，因為我的罪重大，我不但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你給予我嘅誡命，我並沒有經常遵行。你所吩咐的福音大使命，我也沒有努力去做。主啊，求你赦免我這一切嘅罪。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們若認自己嘅罪，上帝係信實嘅，係公義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因為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主耶穌嘅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此我憑着上帝喺聖言中俾我哋嘅應許，向大家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嘅，就不再被定罪。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阿門。我哋能夠一同去敬拜上帝，全因為咧耶穌基督佢對我哋嗰份愛，佢已經咧勝過咗死亡，勝過咗呢個世界，使我哋咧可以喺佢面前能夠成為佢嘅兒女。我哋一同去高舉我哋呢個成就恩典嘅主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係我哋生命嗰個王，嗰個嘅君王。我哋一同用詩歌嚟到去敬拜佢。耶穌，神的愛子，耶穌榮耀君王，能力權柄智慧公義，遠超過全世界。耶穌的名超乎萬名，榮耀尊貴都歸於你，萬事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我敬拜你到永遠。耶穌，神的愛子，耶穌榮耀君王，萬有匍匐在你腳前，世界的救贖主，耶穌的名超乎萬名，榮耀尊貴都歸於你，萬事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我敬拜你到永遠。耶穌的名超乎萬名，榮耀尊貴都歸於你，萬事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我敬拜你到永遠。自卑不能，失望不能，勝過耶穌的名。世上沒有任何困難，勝過耶穌的名。醫治能力，救贖恩典，都因耶穌的名。引力攻破爭戰的山，都因耶穌的名。耶穌的名超乎萬名，榮耀尊貴都歸於你，萬事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我敬拜你到永遠。萬事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我敬拜你到永遠。感謝我哋主耶穌，佢係我哋嘅榮耀君王。各位請坐。接住係經課嘅時間，我哋咧會首先一齊睇詩篇嘅經文。詩篇嘅經文記載喺詩篇第37篇第1去到第9節。各位弟兄姊妹可以聽我讀出。
詩篇第37篇第1節：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乾。你當依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為他的信實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當默然依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憤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接着呢係歷史嘅經文，記載喺哈巴谷書第1章1去到第4節，同埋第2章1去到第4節。各位弟兄姊妹呢，可以聽我讀出哈巴谷書第1章第1節：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說：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着奸惡而不理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爭的事。因此法律放縱，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顯然顛倒。接着係第2章第1節：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我可用什麼話向他申冤。他對我說：將這默示明明地寫在板上，使讀的人容易讀，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疑，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疑。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接着呢係書信嘅經文，記載喺提摩太後書第1章1去到第14節。請聽我讀出提摩太後書第1章第1節：奉上帝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上帝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我感謝上帝，就是我接續先祖，用清潔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祈禱的時候，不住地想念你，紀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尤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心裏。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上帝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上帝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上帝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上帝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着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着。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地守着。接着係福音經文，有請處理。請大家同起立聆聽今晨嘅福音經文，係喺路加福音17章5到10節。使徒對主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棵桑樹說：你要拔起根來，裝在海裏，他也必聽從你們。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裏回來，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吃飯呢？豈不對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麼？僕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還謝謝他嗎？這樣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我們應份作的。經文讀畢。我哋一同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我們來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我們來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各位清楚，接住係正道嘅時間。今日正道嘅主題：主耶穌在亂世裏拯救我。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24章1去到31節。有請蕭牧師。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謝主。雖然呢，我哋呢唔能夠呢面對面呢，我哋可以呢係去聽主嘅道，但我哋都係因為上帝嘅緣故，我哋合一嘅喺主裏邊呢，我哋願意呢
打開我哋嘅心去聆聽上帝嘅話語嚇。今日咧，我哋講經文咧係馬太福音24章1到31節啊。咁我哋試下讀呢段經文好唔好？其實係講主再來嘅一啲嘅預言，係咪？嗱，我讀單節好唔好啊？咁咧就會眾讀雙節好唔好？一齊讀完係好唔好？開始嘅時候講到耶穌出去聖殿啦，即係喺聖殿教完道之後出去聖殿嚇。佢話耶穌出了聖殿，正走路嘅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跟住會眾嚇。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第3節，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着，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嘅末了有什麼預兆呢？到會眾。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個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跟住會眾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跟住，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嘅名被萬民恨惡。跟住，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又出嚟咯，起來迷惑多人。跟住。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呢度才漸漸冷淡，你係講教會喎。根本教我嘅人都係漸漸冷淡㗎啦，係咪？唔使去不停咁冷淡，但係教會人呢嘅愛心漸漸冷淡啦。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跟住會眾。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嘅人呢，必經嘅人呢需要會意。跟住會眾那時在猶大的應當逃到上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東西，拿家裏啲東西。跟住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和吃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咁呢個咧真係好似咩咧？好似咧即係咧呢個羅德喺所多瑪俄摩拉天使救佢嘅時候走啊，叫佢唔好回頭看，就好似係咁嘅情況啦。有一節點解咧？因為大災難嚟啦。佢話咧，因為咧那時咧必有大災難。從世界嘅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嘅災難，後來也沒有。跟住22節，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了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哪裏，或說基督在這裏，你們不要信。跟住，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被迷惑。咁呢個咧就係講到敵基督啦，係咪？假先知係嘛？大神蹟顯現係嘛？迷惑咗我哋係咪？25節咯，看下我預先告訴你，預先告訴你們了。跟住26節，若你們對你們說，看啊，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啊，基督在屋梁中，你們不要信。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是這樣。跟住會眾，屍首在那裏，鷹也聚在那裏。那些日子嘅災難一過去，日頭會點啊？會變黑了，月亮呢也不放光，眾星呢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係咩意思呢？
就好似咧創世紀未創造呢個世界之前，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就係咁解啦。冇咗上帝，成個世界咧好似冇晒生命，完全毀壞晒咁樣。跟住30節，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耶穌同埋眾聖徒騎着雲而嚟，係咪？仲要做一樣嘢，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嘅選民從四方，即係全世界，係嘛？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聚召了來，係咪？咁喺呢度咧就講呢個末世，但係末世裏邊咧，最後尾嗰度係點啊？有救恩嘅，係嘛？喺呢個亂世，喺個末世裏頭有救恩嘅，今日講到嘅經文呢，就係24章1到31節，係咪？頭先我讀咗啦，係咪？係講到咧末世主耶穌第2次翻嚟，係嘛？主耶穌第1次嚟嘅時候，一隻 BB 仔，係嘛？取著肉身成為人，係咪？為我哋釘喺世界上邊，好似上帝嘅羔羊，係咪？但係第2次翻嚟點呢？主耶穌咧第2次翻嚟係會審判世界，而24章1到31節話俾你聽，主耶穌審判世界之前嘅預兆係點樣嘅呢？弟兄姊妹，通常咧一般咧去講24章主再來嘅預兆咧，特別會提到7同埋8節㗎。就係點啊？我哋試下一齊讀好冇？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點解要提呢2節經文呢？就係要強調預言嘅準確度，即係準確去到邊度，係咪？第8節經文話呢，這都是災難嘅起頭。原來這都是災難嘅起頭，原文嘅意思係，這一切都是陣痛嘅開始。陣痛喎，係咪啊？係講到咩㗎？係講到呢一個媽媽生細路仔嘅時候會點啊？會陣痛嘅。嗰個媽媽生細路仔嘅時候個陣痛會點啊？會越嚟越密，係咪啊？仲會點啊？越嚟越厲害，係咪啊？即係話主耶穌翻到嚟世界審判之前係有個特徵嘅，個特徵就係第7節所講嘅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都有饑荒地震，而個情況就好似第8節咁樣，係咪啊？就這都是災難嘅起頭，一個陣痛嘅開始，即係話係會嗰啲災難會點話？係會越嚟越密，越嚟越犀利，係咪啊？越嚟越多人受痛苦㗎。親愛朋友，其實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都有饑荒地震，喺每一個時代都會發生㗎，係咪？不過特別喺呢幾年，呢啲打仗同埋天災橫禍係特別嚴重㗎，好似陣痛咁㗎，越嚟越密，越嚟越厲害，越嚟越多人死亡㗎。你同唔同意？係嘛？我哋睇下呢啲打仗同埋天災嚴重到咩嘅地步嚇？首先第一個就係咩話？民要攻打民，係嘛？我哋之前都可能會聽過啲例子嘅，就係中國同台灣嘅對立啦，民族同民族嘅對立啊嘛，係咪？或者南韓同北韓嘅對立啦，係咪？或者東德同西德啦，拆咗圍牆之後就冇咗東德啦，係咪嚇？不過民要攻打民，近排嘅範圍就越嚟越大，越嚟越激烈，越嚟越多人咧捲入個漩渦啦。我相信大家近排咧都有咧聽過一個詞叫做 American First 嘅，特別咧喺白人嘅國家裏頭咧，紛紛出現咧類似一啲法西斯主義嘅意識形態。白人嘅民族咧係最優良㗎，其他嘅民族咧係庶民嚟㗎。例如美國近排咧好興有一句説話 ，Make America 咩話？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強大。美國總統趁住南非總統到訪美國，特登用電視直播向全世界講出一個情況。佢話咧南非人咧即係黑人啦，殺害咩話美國人結果咧美國人即係白人啦，係咪？即係黑人殺死白人啦，係咪？結果查到影片係點啊？裏邊嘅十字架嗰啲墳墓咧根本唔喺南非喎，係咪啊？咁美國人係3安8做嘅喎。
其實個情況係表示美國人或者係白人仇外嘅情緒、排外嘅情緒係非常嚴重㗎。親愛朋友，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唔單止發生喺美國，我相信近排大家都有聽到，係咪？無論係加拿大或者係英國，英國仲慘啦，係咪？琴日喺曼徹斯特城，係咪？人哋猶太教堂完咗之後，係嘛？咁啊殺咗幾個人，係咪？係咪啊？咁啊無論係呢個加拿大或者係英國我哋英國咧，我哋香港人就更加驚啦，係咪？本來5+1，而家又10+1，係咪？或者係澳洲好多白人嘅國家都強烈反對咩？你知唔知啊？反對移民喎。佢哋話用佢哋國家嘅資源去幫助其他嘅人係非常之唔公平嘅。所以前嗰排英國倫敦有史無前例，有人講話有10萬人上街，我唔知有幾多人，但係真係滿晒人嘅，反對移民示威，未試過係咁嘅情況㗎。而澳洲、悉尼、墨爾本、布里斯本等等嘅地方都爆發大規模嘅示威，反移民嘅示威。其實呢啲民族主義嘅抬頭，特別係針對華人係非常之厲害㗎。對當地嘅華人係喐手喐腳㗎。我近排咧聽到一個故事，就係講緊6、7個澳洲嘅少年人知道嗰個係中國人，唔理佢男定女就一擁而上。就打佢，咁打完之後咧就同佢講，一路打一路同佢講，你呢啲係支那人係咪？你係中國人係咪？呢度唔歡迎你，翻去呢度係白人嘅地方，唔歡迎你。跟住個老公見到咁嘅情況點啊？即係嗰個女人嘅老公啊，即係個中國人嘅老公係嘛？扯個老婆出嚟，點知咧喺當中咧有個澳洲嘅青年咧，唔知喺個袋度攞咗個好似錘仔嘅物件，一嘢剝落去個頭度。跟住咧就成個頭都流晒血。弟兄姊妹，民要攻打民，民族同民族相爭，而家已經唔單單係南韓同北韓、中國同台灣，現在係乜嘢？現在係白人同黃人之爭，黃人同白人之爭，而且我相信呢個民族嘅相爭一定爭到頭崩額裂嘅。點解？因為睇下邊個做下一世界嘅民主，係咪？民要攻打民，下一句係咩呢？弟兄姊妹，國要攻打國。親愛朋友，以前我哋淨係聽到打仗我淨係聽到打仗嘅風聲嘅啫，係咪？不過現在係點啊？國家係點話？真係打起上嚟啦，係嘛？例如俄羅斯打烏克蘭，由幾多年開始打起，你知唔知？考下你啦。2022年，人人都話會停，人人都話停到而家都未停，係咪啊？打到而家，又例如咧，以色列打咩話？打加沙，即係以色列人打阿拉伯人，打到成個加沙點話？慘過人間地獄，冇福好地嘅，係咪？有大戰爭，亦都有咩話？小戰爭，正在喺各國嘅蔓延，係咪？例如中國同印度邊界之戰啦，係咪？啲人話印度佬好打，咁即係印度佬梗係話自己好打啦。啲人話中國佬好打，咁中國佬話自己好打啦，係咪？或者印度同巴基斯坦嘅戰機相爭啦，嗰個就好睇啦，係咪？巴基斯坦就攞住中國啲戰機，係嘛？咁又例如以色列係嘛？咁就打伊朗啦，係咪？係嘛？話佢核戰啦，話有核彈啦，又炸佢核彈啦。但係之前大家有報信啦。近排更加咧喺近排嘅啫，俄羅斯無人機入侵咩話？波蘭係嘛？睇下你北約，睇下你歐洲係紙老虎定真老虎，係嘛？親愛朋友，民族主義加埋種族歧視，我相信已經咧令到我哋覺得咧好唔平安啦，係咪？前嗰日仲聽到一個新聞，英國曼徹斯特城係咪？人哋猶太會堂去敬拜耶和華係咪？出嚟嘅時候點話？因為種族仇恨嘅緣故殺死幾個。現在加埋大大小小嘅戰爭，你係咪覺得呢個世界立一亂？人類咁搞落去，個世界會唔會盡地一煲同歸於盡呢？唔單止係咁啊！現在加沙嘅饑荒係咪？到處必有饑荒。加沙嘅饑荒，請問你見到加沙嘅細路仔冇咗爸爸媽媽冇嘢食，餓到瘦骨如柴嘅時候，你嘅心痛嗎？有陣時我覺得真係好唔公平。點解我嘅孫
可以去揾一啲好優質嘅牛肉食。加沙嘅細路仔連一塊麵包都冇嘅咧。我一路都唔係好明白點解人性可以去到咁邪惡、咁醜陋，點解用啲食物當一啲嘅陷阱啊？當嗰啲無依無靠、手無寸鐵嘅百姓去攞啲食物嘅時候，佢就亂槍掃死嗰啲嘅阿拉伯人。其實用槍掃死阿拉伯人已經係一件好不義嘅事情。但係更加不義係咩呢？佢用亂槍掃射嗰啲無辜嘅人民，竟然話佢哋係好正義嘅。佢話知道裏邊有恐怖分子，所以就殺死佢哋。呢啲唔係正義啊！呢啲係完全冇正義啊！滿有邪惡嘅世界。但係事實要講翻轉頭喎啊！調翻轉，如果阿拉伯嘅人係有勢力嘅一方，佢都會咁樣做嘅喎。你明白我講乜嘢啊？可以調翻轉頭喎，呢個世界係嘛？我成日喺度思想，點解個世界會變成咁？原因係人本身係有咩啊？邪惡嘅一面㗎，只不過未有利害衝突叫嗰樣嘢走出嚟。但係一旦有利害衝突，就視人命如咩話？草芥，殺一個人同喺街邊掹一條草冇分別㗎。我同我孫出街喺公園玩係咪？佢見條草得意一蚊係咪啊？見到隻蟻好細粒我唔俾佢剪死佢啦，係咪？係嘛？冇分別㗎喎，係嘛？親愛朋友，究竟現在呢個世界離人間地獄究竟有幾遠呢？親愛朋友，你認為流無辜人嘅血，甚至乎要滅種、要硬生生嘅餓死嗰啲細路仔，應唔應該受懲罰？應唔應該遭天譴？即係上天應唔應該要懲罰佢？你覺得其實跟住落嚟多處必有饑荒、地震，係舊約喺上帝以一個審判嘅形式話俾我哋聽，上帝喺度㗎。上帝用地震話俾我哋聽，上帝知道地上不義嘅事情發生，用地震叫我哋要停手，唔好再落去。喺民數記有一個叫做可拉黨，公開去敵擋摩西同埋亞倫嘅帶領。之後聖經話俾我哋聽，個地點話開咗個口，將可拉黨同埋佢所有一切咧吞咗落去，即係咩嚟㗎？呢樣嘢即係地震咯，係咪？之後亞倫為可拉所犯嘅罪獻上贖罪祭，之後瘟疫就主治了。如果你睇埋49節，佢話俾你聽，嗰度總共死咗幾多人啊？因為瘟疫係14700人。呢個數目係一個咩數目嚟嘅咧？即係數過嘅，唔係假嘅呢個數目，係嘛？因為1萬人，14000去到700，即係數過啦，係咪？親愛朋友，地震係上帝提醒我哋，佢知道地上面不義嘅事情發生，等於我哋中國人話行雷，係咪？會劈嗰啲咩話？犯罪唔孝順嘅人，係咪？所以當行雷嘅時候，警戒我哋要點啊？要孝順，係咪啊？追住嗰啲唔孝順人劈嘅去，係咪？唔好犯罪。不過現在呢，我哋已經冇呢啲教導啦。我哋歸納為咩？你記唔記得？你知唔知係乜嘢？自然現象、碳排放、碳排放，或者我哋做環保做得唔好，如果做得好啲就冇事㗎啦。係咪咁講啊？而家我哋真係咁講㗎喎。但係請問現在我哋嘅環保做成點樣？而家做到咧，連我哋嘅飲管都變為紙飲管。屋苑有大大小小嘅嗰啲嘅箱嚟去收集嗰啲嘅膠素嘅不能溶解嘅 material， 係咪？以前冇環保，現在好多環保。請問天災係咪應該會越嚟越少？個邏輯啱嘅喎，不過現實就係正相反，係越嚟點話？越多，越嚟越攞命嘅天災。嗰啲嘅洪水衝埋嚟，冚唪唥都死晒嘅喎，係嘛？佢唔係衝埋嚟有預兆乜都冇嘅喎，係咪？一衝埋嚟冚唪唥死晒，係嘛？嗰啲超級颱風衝埋嚟嘅時候，人命都攞埋去嘅喎，係咪？突然間落嗰啲咁嘅刨冰，係嘛？北京係咪啊？大粒嘅，連嗰啲
車嗰啲嘅擋風嗰啲窗啊，嗰塊面冚唪唥都爛晒㗎。仲有啲好突然嚟嘅旋風，親愛朋友，地震、行雷、海嘯都唔關人類犯罪嘅事，不過係自然現象。或者我哋做多啲環保就冇事。請問點解我哋會咁樣演繹？因為人類自大到個地步，視上帝警戒如無物，所以我哋自高自大，不停去犯罪。但係人類自高自大不停犯罪，唔係代表上帝會改變佢嘅原則㗎喎。唉，我改變下先，冇呢樣嘢㗎。而家現在天災越嚟越厲害，特別係地震，係嘛？地震嘅地方越嚟越多地方地震，個強度越嚟越多，死嘅人越嚟越多，特別係過往一年，係嘛？地震已經唔係特定某某地區啦。我哋講以前係有咩地區會地震話？日本係嘛？就呢四川，仲有咩啊？好耐以前你哋唔識㗎啦，三藩市係嘛？我去過三藩市，真係嗰次有地震喎，係嘛？唔知劉定堅啦，哇！我真係好驚，原來呢佢即刻捐落台底嘅啲人嚇。但係現在點呢？係多處都有㗎。嗱，我就列咗個圖同大家一齊睇，好唔好啊？咁誒就喺埋一齊睇下。第一個係咩呢？2024年上年嘅1月1日，日本本州西岸近海7.4級。第二個係2024年好近嘅啫喎，4月3日係嘛？台灣花蓮海域7.3級係嘛？第三個咧2025年去到2025年咯喎，1月7日中國西藏咩啊？日喀則係咪7.1級？約有幾多人死話？120人死，揾得到嘅屍體嘅喎，有啲揾唔到嘅喎，當佢失蹤喎，你知唔知啊？2025年3月28日，緬甸哇呢個勁啦，係咪？實皆省係嘛？緬甸嘅實皆省係咪7.7級？死幾多人話？5360人死亡。2026年7月30日，我哋都好記得呢個日子啦，係嘛？看不見嘅未來，諗住係日本，點知唔係，喺俄羅斯。大家記唔記得呢件事啊？8.8級地震，死34人係咪？跟住2025年更加近啲啦，9月19號係咪？係嘛？堪察加東岸海域7.8級地震。跟住近排最近排嘅啦，啱啱呢幾日嘅啫，係嘛？2025年10月發生6.9級喺菲律賓，造成26人死亡。親愛朋友，點解短短一年會有咁多天災地震發生？請問反映緊咩事實？反映緊嘅就係地上不義嘅事情越嚟越多。人為咗金錢可以視人命如草芥，係咪偷呃拐騙？人為咗權力可以流無辜人嘅血，甚至乎某啲國家為將流無辜人嘅血合理化咗佢。親愛朋友，點解人類會搞成咁？點解我哋個世界會咁動盪，會咁混亂，會咁痛苦，同地獄咁相似？原來係我哋唔要真理，唔要真神，我哋自大到一個地步，唔要上帝話語嘅約束。上帝話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上帝視人命如咩啊？好寶貴嘅，你知唔知啊？所以唔可以殺人。但係人類唔願意聽，為咗自己嘅利益，瘋狂到一個地步，可以殺人，可以貪人家嘅錢財。而家個世界係咪咁啊？親愛朋友，人自高自大，唔願意被上帝嘅話語約束，唔要真神，唔要真理，唔要真神主耶穌，因此人可以去犯罪，令個世界會更加動盪，更加混亂，人生活得更加痛苦。呢個都係今日經文想表達嘅情況俾我哋聽。今日經文一路表達3個情況，就係人唔願意真神嘅話語約束，人唔要真理，唔要真神主耶穌，結果人類犯罪，令個世界更加動盪，更加混亂，人嘅生活喺世界裏邊更加痛苦。親愛朋友，人驕傲自大，人驕傲自大，唔要真神，令到世界更加痛苦。第一個
主耶穌所講嘅預言係由以色列民講起嘅，就係今日經文1到2節。主耶穌預言咩嘢話？聖殿被毀。耶穌出了聖殿並走路嘅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如果咧你睇其他或者路加福音話何等大嘅殿宇，何等大嘅石頭，係咪啊？跟住耶穌講咩啊？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即係好宏偉嘅殿宇，好殿宇即係聖殿啦，係咪？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這裏點啊，弟兄姊妹，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嘅。親愛朋友，主耶穌講呢個預言啊，即係聖殿被毀呢個預言，係主耶穌出世大概30年嘅時候講㗎。而當時嘅聖殿呢，因為大希律佢係以東人，佢想討好猶太人嘅緣故，所以將原本嘅聖殿擴大。因此當時嘅聖殿比起任何一個時代係更加宏偉㗎。將第二聖殿更加擴大佢，係咪啊？所以當時門徒指住俾耶穌睇何等大嘅殿宇，何等大嘅石頭。當時嘅聖殿的而且確係金碧輝煌㗎。喺猶太歷史家嘅約瑟夫話俾我哋聽，太陽照住聖殿嘅時候呢，好似一座宏偉嘅雪山，即係有啲反射嘅燦爛光芒呢，去到好遠方㗎。不過對住一座咁宏偉嘅聖殿，主耶穌點樣講呢？你們不是看見咩話？不是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沒有一塊石頭，下一句咩話？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親愛朋友，主耶穌講呢啲預言的而且確喺主耶穌死咗復活升天之後40年發生咗。因為當時猶太人自高自大，想搞獨立，所以羅馬提督將軍係咪？咁咧就圍耶路撒冷，斷水斷糧，之後點咧？揮軍直入火燒聖殿。當時咧羅馬軍隊咧入到聖殿之後，因為咧聖殿被火燒過，嚴重燒過，因此咧聖殿包住嗰啲金嘅嗰啲牆咧，又用喺石頭同石頭之間，即係石頭同石頭之間有啲金喺度。兵隊點樣做啊？你見到啲金兵隊見到咁樣做嘅時候，就將啲金鑿出嚟啦，係咪？係咪啊？將嗰啲石頭鑿位去啦，係咪？因此整個聖殿冇一嚿石頭係完整嘅。成個聖殿被嗰啲軍隊鑿得溶溶爛爛，體無全膚，一嚿石頭唔留喺另一嚿石頭上不被拆毀。喺主後70年發生嘅，即係耶穌講完呢個預言之後40年之後發生嘅。唔單止咁，主後100年，可能100年，可能120年左右，我都要睇睇下。羅馬政府驅逐所有猶太人出境。將猶太自治區成為巴勒斯坦郡，係嘛？以色列人再一次流放，讓阿拉伯人入去住。而家聖殿嘅原址成為咗乜嘢話？清真寺，係咪？點解以色列人會搞成咁呢？親愛嘅朋友，因為宗教領袖唔肯聽主耶穌嘅勸導咯，唔肯聽啊！而且宗教領袖自高自大嘅地步，當自己係上帝。所以將真神主耶穌殺死咗。大家記唔記得主耶穌點樣去為耶路撒冷哀哭啊？話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殺害先知，先知講真話你唔中意聽，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嘅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嘅兒女，好像咩啊？弟兄姊妹，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下，好危險啊！其實，但佢哋唔知。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啊，你們嘅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沒有一嚿石頭留在一嚿石頭不被拆毀。荒場啊！親愛朋友，如果以色列人很謙卑，願意聆聽上帝藉着主耶穌基督對佢嘅説話，就一定會逃過主後70年聖殿被毀，民族再一次被流放呢一個嘅結束。親愛朋友，主耶穌話：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主耶穌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我哋呢個人類會有滅亡嘅一日嘅，你信唔信？而家你睇都似啦，係嘛？咁樣搞落去仲唔會滅亡？係咪？不過你信主耶穌就可以得到拯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你願意信主耶穌嗎？逃離呢個嘅大災難啊！你千祈唔好學嗰啲當時嘅宗教領袖，因為當時嘅聖殿係非常嘅宏偉，係咪啊？聖殿呢，佢覺得咧根本冇可能咧聖殿係會被毀壞嘅，所以點啊？當耶穌講嘅時候啊，笑耶穌係咪？結果要悔改嘅時候點啊？都來不及啦。所以親愛嘅朋友，我哋要趁着有機會，要點啊？把握機會去信耶穌，得到拯救，係嘛？逃避呢個世紀大滅亡。第二個主耶穌嘅預言係咩呢？人唔要真神，唔要主耶穌，令到呢個世界係嘛戰亂頻頻，天災橫禍，世界動盪不堪，係嘛？就係我哋今日教會嘅時代，係嘛？咁以色列嘅時代，跟住咧點啊？有教會嘅時代啦。剛才咧我都用好多嘅篇幅講到第7同埋第8節，係咪講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都有饑荒地震，係咪？這都是災難起頭嘅嚴重性去到邊度，係咪？但係點解有咁嘅情況發生呢？經文有講過，其實就係因為有假先知嘅出現。經文點樣講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係咪？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好多人。咁請問點解會有假先知出現呢？我哋唔中意聽假先知嘅，點解會有假先知出現嘅？係咪？因為去到嗰個時候，普遍嘅弟兄姊妹都厭煩純正嘅道理嘅。喺提後4章3節講啲咩呢？佢話時候到了，人必咩話？厭煩純正嘅道理，耳朵咩話？發癢，要隨從自己嘅私欲，增添好些嘅師傅，係嘛？好多嘅師尊師傅。弟兄姊妹，假先知唔會係揼一聲從天而降落嚟㗎，你知唔知啊？點解會有假先知啊？係因為有市場啊嘛，先至會有假先知出現啊嘛，你知唔知啊？有人肯聽啊嘛，有人覺得係咁樣講先至啱啊嘛，係咪？嗰啲 old school 嘅嘢，而家啲 new 嘅嘢係因為有人係因為咧人必厭煩純正嘅道理，唔中意聽上帝嘅真理，人中意咧去隨從自己嘅私欲，所以增添好些嘅師傅，增添好些嘅師尊，就係今日經文所講嘅假先知出現。親愛朋友，我講隨從自己嘅私欲，增添好多嘅師傅，唔係講緊某教會某一啲嘅弟兄姊妹，而係全世界好多基督徒都係咁樣睇嘅。例如你信唔信特朗普係一個好嘅基督徒？你信唔信？係咪？皺晒眉頭啦，係咪？特朗普點可以係好嘅基督徒啊？係咪？同一個花花公子係嘛？嗰個雜誌嗰個女郎喺佢自己嘅商場發生性關係之後，俾人點啊？告佢強姦係嘛？攞費用係咪？你覺得佢係咩一個好嘅基督徒？特朗普。不過特朗普就職嘅時候，你記唔記得佢攞住佢媽媽俾佢嗰本嘅聖經 Scofield 嗰本聖經，即係福音派嗰本嘅聖經仲要大大聲聲講咩呢？佢話求主幫助我成為一個好嘅總統係咪啊 ？Help me 啊！佢話係嘛？做一個好嘅總統，呢啲嘅信仰係咪令我哋非常之 confuse 係嘛？令我哋非常之懷疑，究竟係我保守啊，定係佢開放？係咪啊？
真係朋友，其實現在基督教嘅信仰係朝住呢個大方向去走嘅喎，就係隨從私欲嘅信仰成為咗個主流。你好彩，因為你喺南亞路德會係嘛，所以你就冇聽到呢啲咁嘅教導。其實出邊好多㗎。最後將真理嘅聖經純正嘅教導完完全全踢離開咗教會。教會再唔講同性戀係有罪，教會再唔講戀人嘅財物、貪戀人嘅財物係有罪，將出邊世界嘅價值觀完完全全取代咗聖經純正嘅真理。親朋友，當有一日出面世界嘅價值觀完完全全代替咗聖經純正嘅教導，今日經文15節，敵基督喺嗰個時候會出現啦。經文話：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殿。呢個聖地喎，唔係聖殿啊！聖地係咩地方啊？我哋已經代替咗聖殿㗎啦，話俾你聽，係嘛？即係喺教會裏頭，或者喺基督徒嘅群體裏頭，係咪啊？我個人認為個解釋就係、敵基督就係教會嘅人嚟㗎，喺教會走出嚟㗎，你知唔知啊？喺約翰記多一書2章18到19節話俾我聽，佢真喺教裏面走出嚟喎，敵基督，你知唔知啊？係嘛？不過佢唔係教導純正嘅真理，而係將出邊世界嘅價值觀完完全全搬入教會裏頭教我哋。佢教我哋同性戀唔係罪，反而我哋要牧養佢。咁我哋點樣牧養佢啊？親愛弟兄姊妹，我哋要按立一啲基嘅牧師，牧養一啲基嘅群體。呢一個就係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嘅解釋。呢個係我認為。當所有人都接納呢啲教導嘅時候，你知唔知等於乜嘢？就係將教會嘅元首主耶穌基督完完全全一絲不留嘅踢出教會。信徒唔要真神主耶穌基督，信徒將敵基督代替咗主耶穌基督。信徒去敬拜敵基督，唔敬拜主耶穌基督，就好似以前嗰個係嘛亞哈耶洗別係嘛，將咩話將咧巴力嘅敬拜擺入去聖殿嗰度係嘛，拜要佢哋拜係嘛，發生過㗎，其實呢啲事。不過喺以色列，但係而家發生，將來會發生係咁嘅情形。即係朋友，當事情有一日真係咁樣發展到呢個地步嘅時候，呢個世界會史無前例，會動盪同埋痛苦㗎。經文有一隻咁樣形容㗎，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大災難喎。從世界起頭直到如今，會有這樣嘅災難。頭先我哋講民與攻打民，國與攻打國，到處都有地震係咪？這都是災難起頭，都未去到呢個位喎，仲要勁喎呢個。為選民嘅緣故去減少嘅啫喎，其實後來也沒有係咪啊？後來也沒有係因為咧，主耶穌同埋眾聖徒咧騎着雲而嚟，係咪擊殺邪惡嘅勢力？並且咧將佢嘅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那邊都召聚過來。親愛朋友，究竟敵基督喺教會嘅教導離而家有幾遠呢？即係敵基督幾時會出現呢？有一個敵基督會出現離而家有幾遠呢？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啦，係咪安納基嘅牧師真係有喎？我咪同你講笑。你試下撳一撳啊！講啲牧師咧，原來咧有男仔油指甲嘅喎，戴耳環嘅喎，同啲人傾，同啲人講道嘅，得唔得？你接唔接受到？我真係老實講，係咪？我覺得真係好有情況喺度啦。安納啲基嘅牧師牧養啲係嘛基嘅會友係咪？頭先我都講咗啦，係咪？其實已經係 old school 啦，你知唔知啊 ？old school 即係已經係好陳年舊事啦，係咪？聯合教會一早已經做㗎呢樣嘢，你知唔知啊？現在咧好多美國嘅大宗派支持咩話跨性別人士嗰個英文點樣讀㗎？你知唔知啊？LGBT 係咪 ？LGBT 係咪 ？LGBT 而家加咗一個喎，叫 Q 係咩啊？QUEER 咯。即係好怪㗎，有啲種係好怪，佢唔係男又唔係女，即係點啊？即係佢男變為女，女變為男啦。Q 即係咩意思啊？可能一個人裏頭有兩個性器官唔定，可能我唔知啊，
係咪？好怪嘅，係咪？例如聯合基督教會、衛斯理公會啊、美國嘅長老會，佢哋都接納跨性別人士，佢哋認為呢啲唔係罪嚟嘅。不過羅馬書1章26到28節話俾我聽，呢個真係罪嚟嘅。聖經講係罪就係罪，所以敵基督喺教會出現，真係近在咫尺㗎咯喎！即係慢慢同化咗你，其實你唔知，我哋唔知嘅啫喎，係一個勢嚟㗎，係咪啊？慢慢唔會嘣一聲跌落嚟嘅喎，你一定唔中意佢㗎，係咪？同化你、陶醉你，咁樣解聖經要你，係咪？真係近在咫尺嘅啫喎！親愛朋友，你想主耶穌嚟嘅時候係滅亡啊，定係得到拯救？親愛朋友，主耶穌話：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主耶穌話俾我哋聽，我哋有一日會面對滅亡嘅。不過喺呢個滅亡裏頭，主耶穌可以拯救我哋，就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請問你願意嗎？我哋低頭禱告。喺低頭嘅時候呢，我都想問下大家，你想唔想得到耶穌基督嘅救恩？喺呢個亂世，喺呢個末世裏頭，你要唔要有上帝俾你嘅救恩？聖經話：我口裏承認耶穌為主，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所以呢，我哋可以藉着禱告去接受呢個救恩嘅。我讀一次禱告內容俾大家聽，好唔好？親愛的主耶穌，多謝你在末世裏為我成就救恩。聖經告訴我，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主耶穌嘅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親愛的主耶穌，你道成肉身嚟到世界，成為我哋嘅贖罪祭，為我哋嘅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日我願意謙卑來到你面前，求主耶穌十字架上嘅寶血赦免我嘅罪，求主賜下聖靈進入我內心，使我能成為你嘅兒女，能遵守你嘅話語。求你聽我嘅禱告，以上嘅禱告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我而家同大家一齊祈禱，好唔好？我都邀請弟兄姊妹一齊開聲禱告，好嘛？我哋開始。親愛的主耶穌，親愛的主耶穌，多謝你在末世裏面為我成就救恩，多謝你在末世裏面為我成就救恩。聖經告訴我，聖經告訴我，上帝愛世人，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主耶穌的人，叫一切信主耶穌的人不至滅亡，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親愛的主耶穌，親愛的主耶穌，你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你道成肉身來到世界，成為我哋的贖罪祭，成為我哋的贖罪祭，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日我願意謙卑來到你面前，今日我願意謙卑來到你面前，求主耶穌十字架上的寶血，求主耶穌十字架上的寶血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求主賜下聖靈進入我內心，求主賜下聖靈進入我內心，使我能成為你的兒女，使我能成為你的兒女，能遵守你的話語，能遵守你的話語。求主聽我禱告，求主聽我禱告。以上的禱告，以上的禱告，奉我救主耶穌基督
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阿門。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親愛主，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禱告你。主，你喺末世裏頭，你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裏頭，為我哋成就救恩，目的就係要喺呢個滅亡裏頭，喺呢個大災難裏頭去拯救我哋。主啊，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時候，我哋喺呢個末世裏頭，我哋真係經歷到好痛苦，好多嘅患難，好多嘅無奈。但係主啊，我哋求你去拯救我哋，我哋願意去相信耶穌基督做我哋嘅救主，讓我哋喺末世裏頭得到拯救。主，你聽我哋嘅禱告，禱告奉主名求，阿門。我哋知道呢，聖經話俾我哋聽，喺天上地下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哋可以因着得救，唯有我哋呢位我哋認識嘅主耶穌基督，佢喺十字架上面成就嘅救恩，使我哋可以成為上帝嘅兒女，將我哋死後嘅生命呢，必然可以喺天堂裏邊呢，喺天家嘅裏邊呢，與主一齊去相遇。讓我哋呢，同能夠捉緊住呢一份應許，知道我哋生命裏邊佢係我哋唯一能夠所依靠嘅上帝。我哋一齊唱一首歌，詩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主常聽我禱告，陪伴我走過每個黑夜，安慰我，明白我軟弱，輔助我，引領我向前行，來到你跟前宣告，你是我神我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是我保障，是我拯救，你是我唯一的依靠。縱使地改變，高山震動，潮浪雖翻騰拍我仍要宣告，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主常聽我禱告，陪伴我走過每個黑夜，安慰我，明白我軟弱，輔助我，引領我向前行。來到你跟前宣告，你是我神我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是我保障，是我拯救，你是我唯一的依靠。縱使地改變，高山震動，潮浪雖翻騰拍我仍要宣告，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來到你跟前宣告，你是我神我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是我保障，是我拯救，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縱使地改變，高山震動，潮浪雖翻騰拍岸，我仍要宣告，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有我哋咧生命能夠依靠呢一位能夠拯救我哋生命嘅主耶穌。接着呢係認信嘅時間，我哋會咧一同以使徒信經去承認我哋嘅信仰。使徒信經係大公教會三大信經之一。此信經呢分為三大部分，使信徒清楚去宣認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嘅上帝。喺信經裏邊，我哋同普天下嘅信徒一同去確認我哋呢份真實嘅信仰。現在呢，就讓我哋一同去誦讀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子，因聖靈感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勒，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各位請坐。現在呢係奉獻嘅時間，我哋能夠奉獻呢係因為上帝先賜福俾我哋，我哋愛呢係因為上帝佢先愛我哋，因此呢，我哋懷住感恩同埋喜樂嘅心，按住佢嘅心意嚟去奉獻。喺聖經裏面呢都有咁樣嘅教導。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1/10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知道咧，今日大家可能未必能夠返到去教會當中，能夠咧去將你金錢投入去奉獻袋裏邊。但係咧，我哋喺奉獻紙嘅後邊都有咧我哋教會嘅奉獻資料，大家可以用呢個網上嘅途徑，將咧金錢係歸入去教會嘅倉庫裏邊嘅。現在咧，我哋邀請主嚟有一個奉獻嘅時間。當記念我主耶穌嘅教導，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哋一同低頭禱告。親愛嘅主，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禱告你。我哋係你嘅兒女，喺呢個末世裏頭，主你要我哋去做鹽做光。你話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行呢？以後冇用，丟在外邊被人踐踏。主，我哋求你俾我哋能夠成為你嘅器皿。喺呢個末世裏頭，我哋向別人去傳揚主嘅福音，讓人知道呢個救恩係好寶貴嘅。耶穌係好明白我哋嘅痛苦，耶穌係想幫我哋解決我哋嘅痛苦，所以求你俾我哋帶住主嘅福音去話俾人聽，主係好愛我哋每一個嘅世人，所以求你祝福我哋，亦都我哋嘅主。我哋嚟到你面前都為咗教會一啲嘅肢體，我哋都交過喺你手中。我就明明嘅爸爸玉坤弟兄交過喺你嘅手中。求主保守住佢對你嘅得救嘅信心。你與佢同在，保守住佢，讓佢能夠咧有真信心嚟去面對佢身體各樣嘅痛苦。更加我哋嘅主，我哋嚟到你面前為咗卡文嘅媽媽真蕭佩霞姊妹，我哋都係交過喺你嘅手中。求你幫助佢嘅身體健康，求你與佢同在。
我哋都嚟到你面前求你祝福我哋教會嚟緊，我哋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事工，亦都咧我哋咧會上去大陸會去探訪我哋嘅教會，我哋都求你去祝福主，你聽我哋嘅禱告，禱告乃奉我救主耶穌嘅名而求，阿門。請大家起立。各位親愛弟兄姊妹，上帝藉着主耶穌基督所流嘅寶血成就咗和睦，使我哋與他自己和好了。藉着呢個和好嘅關係，他將兩下合而為一，也使我哋彼此成為和睦。願上帝所賜嘅和睦常與大家同在。我哋互表和睦主耶穌祝福你主耶穌祝福你，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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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哋咧就遵住主嘅教導，我哋一同去練主禱文，預備開始。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有啲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嘅債，如同我們免了人嘅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讓我哋咧喺我哋生命裏邊，讓我哋咧教會喺呢個地方裏邊，都好似呢一個燈台咁樣將人咧將我哋呢份嘅福音咁美好嘅禮物咧，能夠咧去同我哋身邊嘅朋友分享，使人咧知道天上地下咧沒有賜下別的名咧，可以靠着耶穌基督能夠咧有呢個寶貴嘅生命。讓我哋一同去唱呢首嘅詩歌《末世燈台》，讓我哋咧一同有住呢個傳福音嘅心志喺我哋裏邊，將我哋寶貴嘅生命福音嘅生命咧能夠同人分享。遙看萬世戰爭已臨在這世代，同來警醒謙卑，等候主再來。離開魔鬼的試探，定義悔改，一生忠誠傳講主的愛，同作末世精兵，履行上帝使命，盡力宣講福音，不論黑夜黎明，憑主的應許作戰，未會戰驚，深知跟從耶穌必得勝。來吧，立志將基督犧牲的愛傳開，願教會彰顯他的德性，從現在到將來，在這彎曲世代，細作主明亮燈台，讓世人從我們能看見你的愛。來吧，共作主的軍隊，披起盔甲自稱，用愛心堅守主的吩咐，榮耀你的名，立志肩擔使命，踏遍荊途亦不停，願高聲宣告基督已獲勝。遙看萬世戰爭已臨在這世代，同來警醒謙卑，等候主再來。離開魔鬼的試探，定義悔改，一生忠誠傳講主的愛，同作末世精兵，履行上帝使命，盡力宣講福音，不論黑夜黎明，憑主的應許作戰，未會戰驚，深知跟從耶穌必得勝。來吧，立志將基督犧牲的愛傳開，願教會彰顯他的德性，
從現在到將來，在這彎曲世代，誓作主明亮燈台，讓世人從我們能看見你的愛。來吧，共作主的軍隊，披起盔甲持稱，用信心堅守主的吩咐，榮耀你的名，立志肩擔使命，踏遍荊途亦不停，願高聲宣告基督已獲勝，願高聲宣告基督已獲勝。接着係祝福嘅時間，我哋一同去領受上主而嚟嘅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三位一體真神常與我哋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接着咧係安靜默禱嘅時間，大家可以喺座位裏邊有一段咧安靜默禱嘅時候。接着咧係家事分享，大家咧可以睇翻電子版嘅程序紙。咁咧首先咧今日咧多謝蕭牧師為我哋正道嘅預備，同埋咧各位司事人員嘅服侍嘅。咁咧大家都可以預備啦，同有呢段時間咧同去翻到嚟教會當中去預備崇拜，同佢咧同弟兄姊妹喺家中咧有崇拜咧係一件值得唔容易嘅事嚟嘅，大家都係當中有翻到嚟去付出呢個錄影嘅時間。今年咧特別咧喺聖誕節裏邊咧有洗禮嘅安排嘅。咁我哋知道啦，張太咧其實咧佢今年聖誕節嘅時候咧都會洗禮，同埋咧女兒Iris 啦當中咧都會有一個轉會禮嘅。咁咧希望咧大家可以為佢哋多多代禱啦，喺預備洗禮嘅時候，亦都咧為住各位如果未領受洗禮嘅弟兄姊妹都可以咧喺今年嘅聖誕節裏邊去考慮啦。我哋邀請大家去領受上帝嘅洗禮。上帝洗禮咧唔係因為我哋有啲咩做得好，我哋返足教會所以值得洗禮嘅，係咧上帝將呢透過洗禮將一份恩典咧去加添喺我哋生命嘅裏邊嘅。求主咧去祝福。另外咧知道咧今個月10月19號咁咧星期日咧喺 ALS 亞洲路德宗神學院咧會舉辦呢個畢業典禮嘅。咁咧當中咧就係3點半喺咧靈恩堂舉辦。咁咧我哋堂會啦都有2名嘅神學生嚟有畢業嘅。咁分別咧係卡文姊妹啦，佢會喺呢個神學學士度畢業嘅。咁同埋Thomas 弟兄啦，佢會喺呢個基督教文憑課程嗰度畢業嘅。咁咧都邀請弟兄姊妹啦，可以一同去出席佢哋嘅畢業典禮，以作咧係支持嘅。咁另外我哋今日我哋會有福音報道嘅時候啦，我哋咧下一個主日咧，我哋係一個福音雙週嘅。咁咧下一個主日咧，我哋都會有呢個報道會嘅。咁咧希望弟兄姊妹都留意翻啦，可以咧邀請家人朋友去認識我哋嘅主上帝。咁另外10月25、26號，我哋咧會去翻廣州探望廣州嘅弟兄姊妹嘅。咁未報名嘅都可以盡快同我講啦。
嚟緊我哋咧陸續咧收集緊教會一啲嘅小禮物，咁咧喺我哋11月2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34週年嘅堂慶啦。咁咧我哋當中咧就會有一個好似開幕儀式咁樣，咁咧就呢個大房嘅優化工程咧就正式落成啦。咁咧當日咧我哋11月2號，我哋咧會有堂慶之後會有聚餐，同埋咧會有啲聖經問答嘅活動嘅。咁咧希望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留意翻啦。10月19號之前，即係兩個禮拜之內啦。希望咧大家如果預備咗啲小禮物嘅，就可以交俾我，咁咧就交到去呢個擺喺呢個大房嘅禮物櫃嗰度，咁咧就以作呢個添加呢個色彩嘅。咁咧希望咧大家就留意翻啦。咁咧另外我哋實體查經聚會10月17號星期五晚上7點半喺教會進行。我宣佈咧今日嘅崇拜咧就去到呢度，個人咧可以收拾佢個人物品。唔該晒大家。